对，我们对一般的约是这个概念。不过很不幸的，咱跟上帝约不是安尼。各位兄弟，人凭什么跟上帝立约啊？咱凭什么跟上帝立约？上帝有没有求于我们？上帝有欠咱啥无啦？无啦，上帝没有求于我们，所以我们跟他的约是不平等的啦。咱会当跟上帝立约，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是这样子的约。安尼知影意思不？人会当进入上帝的约。所以你若安尼看吼，各位兄弟，我安尼比互恁看哦。上帝遐悬，人遐低，若为上帝的悬度看人，你3天、3个月、3冬、30冬，有差别无？有没有差别？都一样是蒙恩的。好，所以必须要维持幼儿喜的概念，你才知道人会当跟上帝立约，其实是出自恩典。可是等你长大了，你还是要怎么样？还是要什么？坚信，这个是你自己对你的信用的个别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伫咱长老会、路德会、圣公会，我们的洗礼跟坚信是是合起来是一个洗礼。好，天主教认为这是2个洗礼，可是伫咱的看法，洗礼跟坚信的是合起来是一个洗礼，所以咱的洗礼顶有2项，一个是洗礼，另外一个咧，一个是洗礼，咱的洗礼顶敢若2项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啥？圣餐。天主教的洗礼几项？用约的嘛，不是跟你说了，问到数字你就猜几，就7嘛，他们有7大圣礼。天主教也可以猜7啦，说罪有几项？7个罪，对不对？7个圣礼，7。所以应该洗礼已经变成2个了，再加圣餐，这样就几个？3个。第4个是婚礼，因的婚礼是圣礼顶，当新妇、神父宣告的迄个时阵，恁较算夫妻，安尼知无？咱基督教婚礼是啥物会？礼拜哦，咱不是圣礼顶哦，所以我是赖皮哦，我每次都穿那个大礼服主持婚礼，那是赖皮的哦，安尼知吼？好，婚礼是第4个，第5个，咱伫电影打看过，就是有天主教徒在装入去教堂礼拜堂内面，去装入去一个黑暗的所在，甲迄个神父讲Father I've sinned， 啥告解啦告解叫补赎礼，第5个圣礼顶，神父听了会安怎讲？神父听了讲那啦，讲那么多罪，那神父听了，神父说什么？你要悔改哦，你要念经哦。神父会回答给你们选择题。第1个说上帝已经赦免你了。第2个说我赦免你。当然你们都不了解我问的问题是答案，看起来是答案的就不是答案嘛。神父会说什么 ？I forgive you。哇，你嘞？为什么神父可以 forgive 你？为什么神父可以赦免你？因为神父有使徒统绪，有为耶稣基督遐直接传落来，伊的权柄会当赦免人的罪，那就靠第6个圣礼，就是按立礼。神父他们都要被红衣主教被，甚至于是教宗帮你怎么样？他要趴在地上按立，你就变神父了。你有一个官柄，就从教宗传给你，教宗的官柄是由上一任的教宗传给你。那上一任的教宗的权柄是对再上一任的教宗一直传下来，一直到哪一任？第1任是谁？
哎呦，是彼得还是保罗？彼得还是保罗？哪个比较大？彼得还是保罗啦？哎，彼得吼，因为耶稣甲彼得讲啥？啊，讲教会要建立伫这个石盘顶面，吼，恁有天顶的锁匙，恁伫地面所捆绑的，捆绑的，哎，恁个音高无共款，恁个下港音啊，吼，捆绑的伫天顶嘛呐，吼，恁伫地上所套绑的，伫天顶嘛呐嘛套绑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权柄，有无？所以从彼得都传给神父、牧师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不能说我赦免你的罪哈，我自己罪一大堆哈。好啊，这第6个、最后一个、第7个圣礼就是临终的抹油礼。细进前才叫神父来，有无？那个要被执行枪决的死刑犯，不是最后都要请神父来吗？啊，用油在你的额头画一下，你就可以上天堂了。好，所以断气之前一定要怎样？给他抹，给我抹是没有用的，哈，我嘛无油，哈。好，所以咱基督教只有2个洗礼，一个是洗礼，不，2个圣礼典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什么？圣餐，哈。咱即摆已经了解啊，你洗礼过就会当领圣餐，对不？都不回答我，好，我都说过了，我的答案如果看起来很像，就怎么样？就不是答案嘛。你幼儿洗干嘛当领圣餐？袂使。哎呀，那你有没有觉得很怀疑？你说幼儿洗算不算洗礼？你算又不给我领圣餐，什么意思？痛医有没有？那个以真，你们以前有没有抗议？我就洗礼过了，为什么不给我领圣餐？我你讲幼儿洗算不算洗礼？幼儿洗算不算洗礼啦？啊，算洗礼又不给我领圣餐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啥？自由意志。跟阿姐，他都讲过，幼儿洗安怎讲？啊，小礼洗礼，迄是真实的洗礼。啊，毋过迄是因为上帝甲你放入这个家庭，互你入这个约。你的信用嘛是爱你家己安那坚信做一个信用个别。因为惊咱来领圣餐是啥物意思？各位兄弟，我常常甲咱提醒，当咱做伙领圣餐的时阵，代表你的问题就是安那，我的问题。啊，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。吼，你需要的欠缺，你的欠缺就是安那，我的欠缺，就是讲你领上帝的圣餐，你甲你兄弟姐妹做领圣餐，可以领，你有一个团契展现出来。这个时阵，你若要领圣餐，就代表讲你要愿意去听你的兄弟姊妹，你互一个也未坚信的人做这款的宣告是不合适的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若要坚信你的信用，你就爱上帝就是要要求你，你要去听你的兄弟姊妹。各位兄弟，咱伫遮礼拜，咱教会150个、160个、170个，拢你做欢喜的人对无？无人要回答，所有个人教会兄弟姊妹，你拢做介意对无？你讲我上讨厌头前迄个。头前讲话迄个，大概讲道拢甲我骂。对咧，各位兄弟，我讲道拢毋是咧骂恁呢，拢咧骂我。啊，你若感觉做善迄，毋是咧讲你啦，毋是咧讲，迄是我。啊，叫扫掉有可能，啊，毋过毋是针对你。你们我是讲真的，你不要听错了。我就是讨厌1、2个啊，没关系啊，你讨厌啊。可是你每一届领圣餐的时阵，圣神就是在甲你提醒什么代志？这是你的兄弟姊妹，就算讲你无介意，你要愿意甲伊和好，
安尼知无？我即摆会注意看哦，倒一摆领圣餐你无领，我就知影。所以趁这个机会，把所有的洗礼、所有的圣餐讲一遍。就是当你虔诚了，你会当领圣餐，代表你已经要修这个改变的迄个精神啊。你愿意去爱你的弟兄姐妹，检查你也做袂到，无要紧，毋过你愿意。你跟弟兄姐妹在信心内面，这会领受上耶稣基督的杯甲饼甲杯，表示你愿意，你愿意听你的兄弟姊妹。各位这是伫洗礼内面，耶稣基督伊所家己设立的。为什么从7个圣礼会搞成变2个？因为这些改教家认为，耶稣基督以亲心设立的，才能被称为是圣礼。他们就把传统教会认为不是的，就把它放掉了。这个对或是不对，再过1000年再说好了。好，不过咱今嘛是按呢规定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有2个圣礼。所以知影，虽然耶稣所行，伊家己所领的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，是洁净的，是悔改的。可是从那一刻开始，对耶稣家己行洗礼开始，所有耶稣以后，伊所讲领，伊所讲主持耶稣的讲洗礼，拢是甲圣性、甲性命有关系。所以是从基督徒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跟以色列人、跟旧约的上帝国的百姓是无同款的。咱嘛是上帝国的百姓，不过咱有圣性的同在。咱甲旧约的上帝国的百姓是无同款的。旧约的时阵，敢若一股仔人、一嘟嘟仔人，领袖特别的事工人有上帝的心。咱是每一个人拢有上帝的圣性，甲咱同在。咱来勇敢来做决定，咱来勇敢去判断迄个牧师在讲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理？这是咱的责任。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做出判断，咱会当明辨是非，咱会当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心意，什么是误会，什么是错误的教导。各位兄弟，咱是无同款的上帝国的百姓，我们不要小看在咱生命内面信心甲咱伫地。所以各位兄弟，你们有没有圣灵？要试一下，你们有没有圣灵？不过不一定被圣灵充满了。我说过的，要认真对付自己的自我的信心，才会更多的充满我们。不然的话，圣灵只充满我们的哪里？盲肠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盲肠的基督徒。唔忙的单位盲肠开始越来越多，当心来祈祷。